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。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开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每一天丰盛的慈爱与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与你相遇，求主的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让我们此时单单的来敬拜赞美你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你的救恩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主你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们现在要跟3个人说，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。我们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。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。主啊，你的喜乐是我力量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你的救恩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神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君王。除了你，在天上我们还有谁？主啊，你真是我们的力量。这是一首新歌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除了你在天上，
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们再次从头来唱，主啊，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我们一起来，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神的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永远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比动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嘿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嘿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嘿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嘿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，除了你，我们别无所有。你总是看见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被世界的劳苦愁烦而偏离沮丧时，你总不撇下我们，总是温柔出手，牵引我们在你的同在里保有平安与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一生与你同行，我们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走这艰难的人生路，不管遇到何事，总要紧紧抓住你，因你无私的救恩充满快乐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呼求。知道我最深的一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停催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
心可向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瞻仰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，主啊，我们要对你说，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意念，你也明了我们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不向我们定罪，你满有怜悯和恩惠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向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瞻仰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父啊，我要向你呼求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医治我的破碎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主啊，我们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要因你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瞻仰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，医治我们每个人里面的破碎。你看见我们的不完全，但你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因为你使我们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们献上感谢，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依旧站立，一起来读《使徒信经》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
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与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现在要进行奉献，请负责的同工求雨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现在的祷告，我们的求告，求主你来聆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被放弃的人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时常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所给我们的生命，你给的一切的美好，我们要感谢你。你所赐下的恩典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只求人生所体验的每一刻，都有主你的旨意与看顾，不求世界的名与利，只求能与你同行，到达你所预备的迦南地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要用主祷文这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教会消息。我选比较重要的讲。第2点，看一下，就是有负责团契的会长或者是负责的人，请将第3季的聚会内容跟服事同工的排班表，在下个礼拜之前交给干事，下礼拜天之前交给干事。好，然后第5点，7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3点，我们恭喜郭正尧传道与杨秀文传道在台南中会德光教会封牧，就任为教育牧师与宣教牧师，我们恭喜他们。然后第6点，最近就是流感、更新流感，还有疫情，2度确诊、3度确诊都很严重。就是我自己在医院也护理人员跟我们说很严重，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很担心2次确诊，身体状况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个病的话，就大家要注意好卫生习惯。然后如果有身体不适的话，就要把口罩戴紧一点。如果有第7点，就是4、5月的教会财务报告已经公布，大家自己来看。团契消息请大家自己看。奉献明细如果有问题，请跟会计说，或是跟英姐那边讲。那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第13篇，我这边来念：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
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请一节牧师正道，题目是倚靠上帝的慈爱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创造的极致当中，你创造了安息，创造了休息。主，在这个缓慢的一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消耗了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懂得在身体上面更多的休息，更不用讲我们在灵里面的休息。愿天父上帝你自己的爱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能够依靠从你而来的慈爱，依靠你的恩典来面对世上一切的挑战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帮助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听得到吗？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。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在诗篇13篇1到2节。1到2节，大家如果看，可能是因为是文字的，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 PPT 可以弄到那个1到2节，弄到经文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重复了4个，1到2节里面有重复了4个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诗篇13篇是一个哀歌，是在一个极致痛苦里面，他唱的一个歌。我们从文字上面可能不会那么清楚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永远吗？你的面不看我，要到永远吗？这个可能是大卫的诗，写诗的背景可能是他被扫罗追杀，他整天东奔西跑的逃难，甚至也可能这个诗人他得到一个重病，或者是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灾害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大卫被追杀，或者是他得到了一个重病，或者是遇到一个大的一个灾难，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以至于诗人这样在呼求，要到几时呢？我面对现在目前的情形，要到几时呢？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现在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你生命当中现在某一个困境已经持续非常久了，你可能会问上帝：我这个困境、这个状态到底要到几时呢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诗人他不管在内心、在身体上面，他遭受非常大的一个压迫、困苦。诗人开始对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这样对我，这样的痛苦要到多久？永远吗？”我们可以听出来，他是非常生气的口气，甚至有点抗议的口气、埋怨的口气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诗人也会想：我到底有做了什么事情来得罪上帝？以至于上帝要这样对我。但是这样的困境，敌人的攻击没有因为他抗议、他埋怨就不见了，这样反而让诗人非常的难过，好像上帝放弃他了，上帝不管他的死活了。苦难对我们来讲，其实都是一个奥秘。遇到的时候，我们多少都会埋怨，因为我们猜不透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发生在我最要好的亲朋好友身上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因为当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走到一个隧道里面，隧道一片漆黑，
你越走越害怕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，看不到那个亮光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？那个经验会让你从后面冒冷汗，好像做了一个坏事，还是你没办法控制的时候，你就会冒冷汗出来。易杰牧师小时候在金门长大，金门有很多的隧道，从我家就可以穿到你家。你可以在路边有看到一个隧道，你穿进去之后可以从另外一个出来。我们就要看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兔子，兔子从这边钻出去，从那边跑出去。金门很多这种隧道，在我小时候已经慢慢荒废了。我们就有一些同学，我比较小，我们就去玩，大家有的带手电筒，有的带蜡烛，就进去。一进去有亮的时候，大家就走了走。突然间，拿手电筒跟蜡烛的全部熄掉，我吓哭了。我记得那时候一边哭一边走，一边哭一边走，直到碰到有个亮光之后，我就不哭了。苦难就好像是这样子，我们走到一个黑暗的一个当中，我们不知道尽头到哪里。每一个人遇到的苦难都不一样，但相同的是，我们常常对遇到的苦难束手无策，而且这个痛苦挥之不去，你只能忍耐、等待，甚至你常常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好像诗人在对上帝的埋怨：上帝啊，这些苦难到底要到几时呢？敌人对我的攻击到底要到几时呢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，但是苦难还是没有过去。我们看不到那个尽头，看不到那个光，而且苦难也绝对不是理论上可以理解的。只有真实遇到苦难、体验到的时候，他才知道那个苦难有多痛。每一个人对苦难的认定不太一样，有人一拳下去他不会痛，有人稍微碰一下他就很痛。我们不要常常轻看苦难对我们的影响力，痛苦可能会无止境的下去，甚至再也走不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陪伴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走在上帝的前面，我们想告诉他答案。你应该怎么样做，就可以越过那个苦难。这段痛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陪伴、安慰他，为他祷告。其他的就等待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。接续我们看第3节到第4节。第3节、第4节是一个诗人很深的一个呼求。耶和华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到死；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人的罪性依然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等待机会，就好像等待我们有一条线突然那个什么叫什么，然后你就发作了。罪性也常常在伺机而动。我们常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，魔鬼也在伺机而动，要来攻击我们。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想要当家作主，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甚至当苦难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会突然站在舞台上的中间，就好像创世纪的亚当跟夏娃一样，创在舞台的中间，然后来质问上帝：你去哪里了？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大的难题？你给我的痛苦要到几时呢？而且这个苦难才会结束呢？想想这个是不是很有趣的事情？重点是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啊，上帝才是。上帝他并不是为了我们人存在，而我们人是为了上帝而被创造。但是我们人常常陷入这种无理取闹的情绪，跟骄傲、跟自大里面。我们看第3节开始，诗人的口气改变了。刚牧师讲1、2节的时候，诗人带着非常生气的口吻在质问上帝，
但是到第三节的时候开始改变了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诗人开始很谦卑的求告上帝，求你看顾我，求你应允我。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，他也愿意给我们机会。当我们在煎熬的过程当中，上帝让我们有寻找他的能力，就是透过祷告。当我们透过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做改变。第3节到第4节，我们看到我们渐渐恢复理智，仿佛我们开始学会谦卑了。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靠自己，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会跪在地上祷告。我不晓得在场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跪着祷告过？我们可以去庙里面看他们的信徒，我也曾经过。他有一个跪的地方，直接就跪着，对他的神明来呼求他的需要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常常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很虔诚的，甚至我们觉得很紧迫，我们跪着，甚至趴着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重新将我们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跟力量。主啊，这个难题我没办法解决，我跟我太太的问题，我就是没办法用我的方式来解决，求你介入。我们看到诗人不再这么无理取闹，因为诗人意识到，唯有上帝才能帮助他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就是让我恢复健康，站立得稳，脱离死亡。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的诗人，他的心思意念开始转向上帝，渐渐将我这个人交出去。这个动作就好像树上的叶子，它想要自由的飞翔，可是当这个叶子如果说紧紧的抓住树的时候，你风再怎么吹，树一样，叶子一样在树上。唯有叶子它自己愿意，叶子它愿意离开树的那一刹那，落叶会随风的怎么样？飞啊！我们信仰旅程有时候好像我们落叶随风的这个叶子一样，只有当我们愿意放手，圣灵的风才能够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什么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啊！我们不是信主，上帝的灵跟我们同在。我们如果还是抓住以前的老我，没有让上帝圣灵的风给你了，你怎么打开属灵的眼睛？你才会被打开啊！就是因为被打开，我们才有办法越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啊，甚至敌人对我们的攻击啊。放手需要信心啊！在场的有许多的父母亲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放手给小孩子去走是需要信心啊。小赖，你要放手给你儿子，本来会爬，然后他现在会走，你要走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当你要放手不管他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个信心啊。信仰也是一样啊，依靠上帝的信心也是需要经过考验。经过考验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。当人的信心动摇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埋怨外来的考验，就是因为这个考验，我才会造成这样。台湾话有一句话这么说，不是很好听，但是牧师讲给你们听华语叫做怨天、怨地、怨这个社会。就不会想到自己。当一个人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也怨天、怨地、怨这个社会，怨所有的人，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自己。当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去想自己，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稳不稳？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房子如果根基不稳的时候，一个风一来，它就倒了；水一来，地震一来，它就垮了。
是你地基不稳，但是你去怪风，为什么风要来吹我？为什么要有地震？上帝在信仰旅程当中，他会熬炼我们有经历苦难的一个能力。当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渐渐明白，我们之前所遭遇的那些痛、那些苦难，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。今天最后的2节，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诗篇13篇其实可以是让我们知道，真实的一个人生，绝对没有永远的平顺，总是悲伤跟喜乐常常是交织着。喜乐是幸福的时刻，悲伤却是流泪很煎熬的一个光景啊。但是基督徒、基督的门徒，跟世上的一般人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面对真实人生的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。诗篇20篇第7节这么说：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靠谁？靠耶和华上帝啊！人家靠车靠马，我们是要靠上帝啊！从1到4节，让我们看到诗人他生命有经过极大的一个转变，他最后得到上帝的救赎，然后他在第5节做了很大、很真实、很强烈的一个回应。别人靠什么我不管，但我要依靠上帝的慈爱。我的心因为你的救恩，我快乐。诗人快乐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上帝的慈爱。慈爱是什么？就是盟约啊！上帝的恩典绝对不会改变，上帝他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个盟约，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北约组织，美国好几个北约组织，只要有一个国家被打，其他的人就一定要去攻击他，去救他，然后一起来对付另外。我们跟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恩典，就像一个盟约，比那个盟约还强。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，他会保护我们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常常失信于上帝，但是上帝却不会。所以在此，诗人做出他的信仰的告白，就好像耶稣亚一样。其他人依靠什么我不管，但是我要依靠上帝的慈爱。而且我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？就是在苦难的当中，我一样要向耶和华唱歌啊！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昨天子群从泰国回来，大家都知道，去泰国回来一定会怎么样？肚子不舒服啊！他听说最后一天吃了很多辣的，尝试了一下反正很不舒服。我鼓励他，就用今天早上的经文跟他讲，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慈爱跟恩典来度过那个痛苦，在这个痛苦当中，你仍然要喜乐，仍然要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苦难就好像黑暗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。人们常常期待黑暗、苦难赶快过去，就好像期待晚上赶快过去，黎明赶快来，意思是一样的。牧师还没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也认定什么事情一定会过去的，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事情。可是当我碰到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常常陷入就像在黑暗当中，那个深渊困扰着我。直到我认识耶稣之后，在经过很长的一段信仰里程的操练当中，就好像慢慢经历诗篇13篇诗人所遭遇的一样。诗人从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从有怀疑、惊慌、害怕，到5节到6节的时候，他开始赞美上帝。当我们越依靠上帝的慈爱的时候，这种依靠的决心会帮助我们怎么样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。我们的环境其实都一定会在。
但是我们依靠上帝的这个决心，会胜过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帮助我们内心站稳在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上面，让我们内心的天平不会一直摇摇晃晃。有神学家这么说：光明必定胜过黑暗，欢乐超越痛苦，而又不解决痛苦。这跟很多我们理解外面给我们的教导理解不太一样。我们觉得一定要把这些痛苦或什么挪开之后，我们才会欢乐。但是从上帝来的盼望，从上帝来给我们的平安，上帝给我们的喜乐，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苦难。就是苦难还在，但是我们可以越过它。上帝的慈爱就是光，有光，黑暗就不存在。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。有光，跟从我的，并不在黑暗里面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依靠上帝的慈爱，就是依靠耶稣。跟随耶稣的人将得着生命的光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更多依靠上帝的慈爱，依靠上帝的恩典。你依靠的程度有多重，相对的，你赢过外面的风风雨雨的力量就有多大。这个礼拜，应该不单是我们教会，应该整个台湾陷入了很多，不管流感，不管确诊。我们刚刚在开玩笑，楼下的川普小组啊，今天只剩下一个人，因为全部都确诊，都在家里休息。我们圣歌队上个礼拜最多献诗有31个人，这个礼拜有11个人。昨天牧师也打了许多的电话给我们教会的长辈，有的长辈在化疗当中痛苦不堪，他一边讲，牧师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有的长辈脊椎受伤，痛到让他整晚没办法睡觉。有的长辈起床之后要在床上躺1个小时以上，他整个血路才会通，才可以下来慢慢走，然后去吃早餐，然后去复健，再回来。在这么多的苦难当中，若是不跟以多更多上帝的恩典跟慈爱，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人生的一个挑战？弟兄姐妹，牧师不晓得你目前生命当中的风跟雨是什么？这些风跟雨有没有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啊？但是这些弟兄、这些老姐妹跟我说，他相信上帝。牧师听了也很难过，但是又很喜乐，他是这么有盼望。生命当中的风跟雨影响着你，以至于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离，以至于你生命的天平老是摇摇晃晃，让你失去了在生活当中失去了喜乐，失去了平安，甚至失去了服事的一个动力，失去了彼此的相爱的心，甚至失去对永生的一个盼望啊！弟兄姐妹，牧师现在给你1分钟，我们放在心里面。来，敬拜坛可以慢慢上来，在1分钟里面，我们去想想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有没有在生命当中来什么风跟雨在影响着你？一直困扰着你，是世间上的金钱、财富、位置吗？学生、分数、排名吗？还是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
感情的问题，甚至可能是来自原生家庭对你的苦毒跟伤害啊。因为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，只有真实愿意依靠上帝慈爱的人啊，我们才可以超越这个世间给我们的苦难，跟我们艰难。弟兄姐妹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你不要自己面对，别忘了，我们的上帝永远在那边等着我们，让我们用心来呼求阿爸父，父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来帮助我来度过我这样生命的一个艰难，就好像耶稣也呼求父，父啊，这个苦杯挪去吧。如果没办法挪去，让我能够来战胜它。保罗也这么说：上帝啊，这根刺我好沉痛哦。我们这时，我们用祷告的心，我们来站立，跟着敬拜团来唱这首回应诗。主啊，我向你呼求。我最深的一眼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跟我四面的仇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主啊，我们呼求你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生命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你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，帮助我们挪去，帮助我们挪去，我们要做这世界的主人，我们要掌握一切，我们才能够有安心。恳求上帝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，常常临到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的恩典，让我们的心有平安、有喜乐，让我们的心仿佛跟这个诗人一样，我们用唱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主，愿意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年岁是有限的，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，在世上的荣华富贵，甚至在世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病痛艰难，主啊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我们相信那一切都会过去了。
但是上帝，你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却是永远的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慈爱跟恩典，越过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苦难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，唔免惊。我们一起拍手。求你使用我，哦主差遣我，使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天走回家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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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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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大步走，嘿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我们呀，嘿，走回家，嘿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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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可以互相请安，下面有爱餐。